Hello，大家好呀！今日我哋要玩配經嘅，挑戰一個聽個名都覺得好深、好離地嘅哲學家海德舉。不過你放心，唔使驚，我包你聽完之後會發現，哇，原來佢講緊嘅就係你同我哋每一個人。好，我哋唔鬥穿，即刻個戲。喺我哋開始猜照海德格人之前，我想你，係啊，就係你靜一靜，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到底係邊個？聽落好簡單啫嘛，但呢個問題就係一切嘅起點。你可能係會諗我未餓咯，但係海德格呢，佢就俾咗一個好爆嘅答案。佢話你問你係邊個？嗱，你呢，就係佢哋口中嗰個大成。呢個德文詞直譯過嚟，大概就係去嗰度存在或者似在咁解。冇錯啦，兜個大串，佢成套三米咁鬼複雜嘅哲學研究嘅對象，原來就係坐喺呢度睇緊呢段內容嘅你。好，為咗唔好喺哲學嘅大海蕩失路，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攻略地圖。我哋會由點解你係地先開始，跟住睇係你同你張凳究竟有咩天淵之別，之後再拆解下喺世界入面到底係咩玩法。到最尾最重要嘅係點樣先可以真正做翻自己。準備好嗎？我哋即刻出發。OK，第一站，海德格有個好核心嘅諗法。佢話對於我哋呢啲打散嚟講啊，我哋嘅品質其實係冇噶。吓？冇品質？冇錯，佢哋意思係我哋唔識一張台，一出世就注定係用嚟擺嘢。我哋嘅品質呢，就係我哋存在緊呢個動作本身。換句話講，你嘅品質就係你要去面對同處理你存在緊呢件事。那句英文就是精髓所在，你試試看看呢。一張木台，它的本質就是一張台，它的用途、它的意義，在它被人造出來的那一刻，基本上已經定所行。但你呢？你有沒有一個預設好的人生劇本？沒有的嘛。你的存在就好像一個未完全的 project， 一個開放式的遊戲。你的每一個決定，每一個行動，其實都是在度塑造緊、定義緊你是邊個。那個就是你同所有死物最根本、最不同的地方。好，嚟到第二部分，我哋就用翻頭先個例子，再專心啲。你同你坐住嗰張凳，究竟有咩唔同呢？哈哈，聽落好似廢話，但係呢個問題正正就係通往海德格爾世界嘅一條鎖匙。嚟睇睇呢個表，芒好流連。海德格用咗兩個好關鍵嘅德文詞，對於張凳呢啲嘢，佢嘅存在方式叫做 Vorhanden sein，英文就 present of hand， 意思就係現層喺度。呢張凳就係咁，佢就擺咗喺度咯。佢會唔會 care 聽日會唔會俾人當柴燒？佢嘅存在同佢自己係完全冇關嘅。但你呢？你呢個打散就完全唔同。你嘅存在方式係 existencia， 即係我哋講嘅實存。點解？因為你嘅存在對你嚟講係一個 issue， 即見你好抗生嘅事，你會諗全圖啊，你會驚，你會作選擇，你會問我咁樣活着有咩意義？呢種關乎自身嘅存在就係 existencia。你再深深一層啦，我哋平時講嘢都已經分得好清楚。我哋見到一個人會問，喂，嗰個係邊個啊？但見到一件物件就會問，嗰件係乜嘢啊？見到咩？一個問 who， 一個問 what。海德格就話要描述Dasein呢種獨特嘅存在，我哋要用嘅係 existential，即係一啲關乎實存嘅特徵，例如你嘅情緒、你嘅抉擇。而要描述物件呢，就用翻傳統哲學嗰啲 categories 範疇，例如顏色、重量、形狀，兩套 language 嚟噶，完全冇可以撈亂。好，為咗更加精準咁理解啲使係咩，我哋有時要用排除法睇下佢唔係啲咩。海德格爾就好似一個偵探咁，要幫我哋貼包三個使流傳已久嘅大誤解。嗱，呢三點好重要，大家跟住我。第一，Dasein唔等於笛卡爾講嘅我思故在嗰個我。點解？
因為笛卡爾淨係掛住講我諗嘢，但係佢就 skip 咗，冇問到最根本嗰樣嘢，到底我係緊嘅狀態係點樣啊？佢當咗個我嘅存在係理所當然。第二，Dasein都唔係生命學上講嘅生命。海德格爾會話你唔係一件識噏嘅生物，再加啲其他嘢。調翻轉係因為我哋首先係Dasein，我哋先至可以去理解生命呢個概念。最後都唔係傳統定義嘅人，即係所謂理性嘅動物。因為呢個講法其實只係將人當成一件好似動物咁嘅嘢，只不過加多咗個理性嘅 feature 上去。呢三樣嘢全部都係將Dasein物化咗，睇錯重點。所以海德格爾呢，註釋話可以話係一嘢打醒咗好多人。佢話過去嘅人類學、哲學搞咗咁多年，但關於人嘅存在呢個問題，根本就一直俾人遺忘咗。大家掛住研究人有咩疾象，但就唔記得問存在對於一個人嚟講究竟係咩一回事。好，跟住呢個又係一個會嚇親人嘅德韻貼字子長子 in der Welt， 哇，未嚟嘅，唔使驚，拆開佢就係 in der Welt sein， 意思就係在世界之中存在。雖然個名好長，但我保證佢嘅意思其實好貼地，而且呢個就係 Dasein 最基本嘅狀態。OK，當我哋平時聽到去喺嘢裏面，例如話啲水喺呢支杯裏面，我哋個腦即刻會諗到啲咩？係咪就係呢個畫面，一件嘢喺另一件嘢嘅空間範圍裏面，好係你啊嘛？但係如果海德格爾喺度，佢會大大聲同你講，錯晒，我哋Dasein嘅在世界之中，絕對唔係呢種好似水裝喺杯裏面咁簡單嘅物理關係。咁到底係點樣嘅在之中呢？關鍵就喺呢度。海德格爾講嘅 in sein， 個 in 字其實源自一個古德文 innen， 佢嘅意思係居住、倒流或者同呢個好食。所以在世界之中唔係話你個號體喺地球嘅空間坐標上面，而係指你同呢個世界有一種千絲萬縷投入咗好食嘅關係。你唔係好似一件貨物喺個號餐裏面咁去，係先是你係住喺呢個世界度，你關心呢個世界，你同佢係融為一體嘅。好，講咗咁多 theory， 係絲毫翻嚟我哋自己身上。OK， 我哋知道咗我哋嘅存在係一個 open project 啦。咁個 project 應該點樣搞先呢？個波而家喺你度，海德格爾又整個字出嚟，叫 Gemeinigkeit， 英文叫 minus。我哋可以叫佢做我屬性，意思其實好直白。你嘅存在由始至終都係你嘅，係屬於你嘅。冇人可以代你食飯啦，冇人可以代你瞓覺，更加冇人可以代你去做人生嘅抉擇。你嘅存在永遠都係 in each case mine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講嘢會用我呀係你呀，而唔會就咁講存在。正正因為你嘅存在係屬於你嘅，咁你就有面對一個抉擇，點樣去存在？基本上有兩種模俾你揀。第一種叫 Authenticity，Eigentlichkeit， 即係本真嘅狀態。呢個狀態就係你意識到自己嘅存在係獨一無二，然後勇敢咁為自己做全責，去揾翻自己。而另一種呢，就叫 Inauthenticity，Uneigentlichkeit， 即係非本真。呢個狀態就係你逃避咗呢個責任。可能係人緣一緣，跟大隊換換落物咁過，但要留意，海德格爾唔係話非本真就係衰啲、差啲，佢只係另一種存在嘅模式，一種你暫時迷失咗自己，俾個世界牽住走嘅模式。我最愛朱雲，我覺得真是好有力量。佢係話我嘅詞Dasein嘅，佢可以喺佢嘅存在之中選擇自己。認得自己，佢亦都可以迷失自己，認完都認勻翻自己。哇！你睇下，認定輸，揀定唔揀，呢個可能性係內置喺你嘅存在本身。呢個選擇真係好重喎。好，講到呢度，我哋今日嘅齊子之旅都差不多。喺蒂基卡最犀利嘅地方，就係佢將幾千年來最深奧嘅哲學問題兜個大串，最後原封不動咁定翻俾你。
佢唔係要俾個標準答案你，佢係要你睇清楚佢條問題本身。你嘅存在係獨一無二，係屬於你嘅。咁面對呢個存在，你轉咗點樣為呢？